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休閒小生煮嘢食啦。呢輪啲天氣越嚟越熱，不如清清地今晚煲翻個粥食下啦。我打算同大家分享一個金華火腿陳腎粥。陳腎有健脾消滯、清熱潤肺、甲止咳嘅功效，正所謂老友皆宜啊！如果大家想知道呢個粥點煲嘅話呢，記得唔好行開，花幾分鐘時間睇埋我今日條視頻啦。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嗱，陳腎呢，我想講講，陳腎有健脾消滯、清熱潤肺、甲止咳嘅功效。如果你嘅消化力麻麻地，加上作息唔定時，谷起啲虛火，朝早起身呢有口乾口苦嗰啲咁嘅嘢呢，食呢個粥對你哋嘅身體就好有益噶。嗱，咁第一件事呢，我就要將啲陳腎飛水，用凍水飛水，咁啊另外再加多一粒嘅金華火腿，令到啲粥有陣鹹香味，咁食咗上嚟啊更加正添咧。嗱，咁水一滾咧就可以倒起佢噶啦，用凍水沖走咗佢面頭黐住啲鹽啊、污糟嘢啊咁啦。我呢度咧就預備咗有3隻陳腎，咁啊將佢切薄片啦，咁煲嘅時候就會出味好多咯。再加入適量嘅薑絲同埋果皮絲啦，薑可以辟腥同埋有暖胃嘅作用，而果皮就有化痰下氣嘅功效。我今次煲粥呢就會用電飯煲，因為會比較方便同埋唔使睇火啊嘛。各位網友平時間中都煲粥食下，同埋記得飲多啲水啊。夏天到啦，大家出得汗多，補充多啲水分，對你哋身體健康都好有益處嘅。我今日呢個金華火腿陳腎粥又搞掂啦，大家中唔中意呢？呢個粥好味得嚟又有益，大家平時間中都煲粥食下，對你哋身體都好好噶。至於詳細嘅材料分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噶啦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